行政長官發表咗新一份施政報告，深化改革，全面提速香港發展。我會通過產業發展同革新，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會。傳統同新興產業同時推進，開拓更多新市場，鞏固香港國際中心地位。我會拆牆鬆綁，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。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一體化發展，文化、體育、旅遊共展香港獨有魅力。我會加大力度改善民生，增加房屋供應，豐富置業階梯，改善公營醫療服務，加強基層醫療，扶老助弱，大力培育本地人才，為青年人創造更廣闊嘅發展空間。香港享有國家同國際機遇嘅疊加優勢，我哋會落實施政報告嘅理念，深化改革，心繫民生，發揮優勢，同創未來。